台湾的时段是愈来愈多，要安怎有尊严活伫台湾，这是一个真大问题。伫咱国内呢，人口老化上界严重的所在，就伫嘉义六卡的永贤村，庄头内边也无宗教祭典。村长就讲，因为这庄里呢是无少年人时代爱去做事趁食，无法度来退休，就算有宗教祭典，时代也无法度去。 社区的时代哪开讲哪耍牌，因拢是永贤村甲德本村的人，内底有一对母仔囝，妈妈食到90啊，后生嘛有60外岁，算是老人顾老人。因两人的行动拢无方便，普通时也去厝边村长斗注意。村长讲，这种状况伫遮真普遍。啊，煮饭遐拢嘛，阮两个母仔囝家己学白煮学白食尔。哦，可能台湾省啦，六卡乡或者老年化的问题算人口数上侪的啦。根据嘉义县政府的统计资料，六卡乡的永贤村为2018年到2022年出世的红婴仔只有8个人，庄内拢无少年人，互永贤村成做人口老化上严重的kỳ限村。拢70岁以上啦，占大部分啦。阮永贤村啦，少年人无倒来嘛，因为下港较歹趁食嘛。 那照政府的政策，人口老化的所在，拢会有长照祭典来服务老人。永贤、德本、鱼寮这几个庄头，老人侪煞无长照的祭典。原因是种田的庄卡是大正侪，拢无用咧做事，根本无少年人来退休，是大嘛无通退休。就算有长照的祭典，嘛有可能招无人。我做工买啊，我做工买，我艰苦受苦，买地我爱顾好啊。针对无长照的庄头，乡公所有计划中央厨房的概念，先照顾是大食饭的问题，再搁豆豆来增加长照的服务。头一步就是先活化庄内扒远的国小。我想要甲这学校想说甲活化起来，来甲改落做中央厨房，互咱安尼志工团伫遮煮煮的，来甲配散互来甲每一个庄头、每一个部落。 虽然有时代讲，望望囝儿是坐伫身躯边看赢长照祭典，但是想到时势转来歹趁食，因也是甘愿互少年人出外去打拼。当来六卡推动在地创新的团队认为，现主时除了爱照顾老人，政府单位嘛爱想办法，互少年人通转来故乡。咩啊，甲咱的文化来甲咱的建立，啊，佮咱的产业，你甲做一个串联，互人会提供来遮生活、来遮工课的人，其实安尼来讲，其实咱就会有一个正循环。政府是毋是会当来甲咱做农民斗合作，看嘛有啥物配套措施，会当互咱的农民会当有一个更较好的方向安尼来行。 人口老化的kỳ限村，未来毋是消息，就是甲别庄甲做伙。村长就讲，以前是人留袂调，即马是叫人转来无才调。政府若阁无重视人口老化的问题，未来毋管是庄头改名，也是消息，最后留伫遮的物件，也是共款是无人住的厝，无人种植的地，阁有庄卡内底渐渐守护残垣的老时代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中华大学工学院的学生。